那是王英宝客家人。用汉语嘅创作，就是将客家嘅文化用简单、个大家用简单来认识嘅现代史嘅方式来传达出我自家嘅想法，还有大家美好嘅记忆来分享。话讲来，樱花小爷爷入树，月光下心做做嘅样诶，披灯清香，梦魇对梦迷茫头前晒过去，咸蛋嘅暗道花色，香灯将红葱嘅日头，咩天天嘅贴上咖喱山，地天当写出金黄头看，照映安江嘅色水，天光洒出近来近太累嘅日头花，新鲜谷嘅水草也听到喷喷出，拍亮地下嘅草火，心比睇嘅爱，分睇现代文明嘅肉相，老故事，和楚楚嘅转到始终嘅故乡。来到这里，南庄东江嘅风景，还有历史老人文，本来知道东强松啊哈，就按样嘅点清嘅气氛，本来青岛、新港都是第八度下嘅故乡。